式身體，奇妙的身體有骨骼、肌肉、心臟、肺部等等。我該吃什麼？就係保持身體健康嘅食物。唔健康食物要食少啲㗎啦。我該學什麼？就係水，甜嘅嘢就要飲少啲㗎啦。零食的誘惑，有好多種零食㗎，有糖吉力，仲有蛋糕、雪糕、糖、餅，都要食少啲㗎啦。多做運動，做咩啊？跑步、散步、游水、跳舞，要打籃球。保持清潔。沖涼呢，就要洗走啲細菌啦，你要乾淨最好健康㗎啦。洗手要洗泡泡就要20秒，係最少嘅。刷牙呢，就要2分鐘。先會刷甩嗰個細菌啊。皮膚的功用呢，要戴帽、戴眼鏡、飲水、戴防曬，好好睡一覺。點解要睡一覺先？你一起身呢，你唔睡覺呢，就你講點解我唔舒服啊？就係你唔瞓覺㗎啦。你仲有呢，早上睇電視，夜晚就睇多啲書，就好健康㗎啦。生病了，怎麼樣？要睇醫生，食藥，瞓多啲覺，飲水。伴你一生的身體，個腦呢，要快樂啲啊！仲有呢，自己一天一天的再進步啦！多謝大家。